你好，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 JJ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下喺珠海點樣還車，同大家一齊走一趟啦。首先，我哋喺廣昌中石化入完油之後，沿住廣昌路一直去到前面路口就轉右，就向呢條昌盛路就靠右一直去。經過呢個巴士站，一直去前邊就係一個葡京急灣，相信大家都經常會經過呢個灣，然後上橋。keep 住行呢條慢線，其實都好暢順。睇下藍色跑車客到呢，今日端午節特別多車，我哋記住 keep 住行中間或者左邊嘅客車通道。
你睇下呢隻豐田仔，大家記住 keep 住睇左右鏡，俾佢陰咗就唔抵啊！然後我哋直去出境接客區，左邊就送客，就唔好行錯啦。我哋一直行落去，就會見到 P1 停車場嘅入口，轉左直去就會見到 B2 嘅牌轉入去，咁就過到隔離嗰個 B3了。今日多謝大家收看，鍾意呢條片大家記住點讚、subscribe 同分享。